大家拢家栽培啊，要家栽培啊，迄树哦，小树越长越高，遮尔啊大丛。啊，咱即马不做甲人讲哦，咱爱挽即条树仔呢，爱挽这啊，敢毋是？啊，你毋通讲啊，这是咱挽就好，我废话，这是咱挽，老半年来做这啊，一年要来解决是咱挽。对咱即个念头，对咱即个心，伊较好挽，好挽。所以咱老师甲咱讲，修多修啥？啊，办多。啊，大家拢嘛会晓讲上好学，迄个班上迄个读经班的小朋友啊，有一个囡仔有到高水哦，来读册，9点的上课就开始哭。我讲阿姊啊，这是要哭啥？爸爸讲要互我食汉堡，伊要馒头互我食，开始哭。我讲哈，爸爸要互你食，爸爸互你食汉堡要馒头，啊你就哭。伊讲嘿啊，伊讲伊要汉堡互我食，啊去足久的转来讲要馒头啊，啊伊就无欢喜就开始哭，啊伊就哭，你不爱读册哦，书包嘛不爱摕嘞，册包嘛不爱摕哦，笔嘛不爱摕哦，意思讲我要甲爸爸来抗争，就是我嘛不爱读册啊，就对啦。我讲，我就逐个课堂大家同我讲嘛，啊拄好讲着迄个论语迄种啊，我就甲伊囡仔讲吼，咱讲吼，我们啊对父母亲对我们很好，是大人对咱足好个啊，足疼惜个啊，咱爱要学是大人吼，迄个阿姊讲爱足乖无爱听话无爱，我讲阿姊，你安尼讲吼，拢嘴咧硬尔，你心嘛无安尼啊？伊讲有啊，我嘛是对爸爸足好。爸爸要馒头互你，你就去到即马，最早9点去到12点，搁先来搁去条馒头搁拍，敢是安尼？搁去到遐，就想讲，咱讲一句讲咱卖劝一个讲，然后有当时人讲，囝孙有保庇无？有哦，有安怎？有哦，有哦，拢有哦。啊，问题是即个有哦，这喙在讲，啊心哪会硬？今日老师甲咱讲，修道修心，办道静心，对咱的心就会很功夫。啊，心在哪里找无？是要找倒心啊？头两个在心，两个在就家己拢找无啊？哪有即粒心？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讲，咱来听班，咱来听咱老菩萨，嘛是听咱坐恁家己经理负责人来甲咱参教。哦，看就是要找咱即粒心出来，哈。所以咧，来找到即粒心，主要即粒心嘛，如果找出来，咱修办道吼，摸不着根本啊，不知修啥，哈。所以咧，对咱的心就会功夫，吼。咱讲美就是啥？美就是稳定。哦，你白天今天还无咧困呢？你讲我后咧困，你当时话叫我咧困，我白天今天正大个咧甲你看，哪会困？真正，咱世间人大部分的人，就咱毋通讲全部，大部分的人拢会困。精神比咱搁较清醒。真的哦，这毋是咧甲人